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人咧讲好话出嘴免吞润，歹话离嘴润三分，就是莫讲宣写别人的话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个读做写，字也写第四条。这个写本身有抠皮意思，像讲抠皮，咱讲是写皮；另外嘛有抬调意思，像咱讲写调。形容两个人或者是两边的人咧冤家比赛拼输赢，咱嘛会当讲写。像讲这两个厝边定定咧对写，另外甲人口舌形体歹看，咱讲是甲人口写或者是宣写。这个文音读做写，带大家做过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宣写，某人读做宣写，这个意思就是甲人形体、口舌，也个有口写、宣写。第二个词读做写写叫，这个意思是讲一个人足够做一项代志，像讲做生意做甲写写叫，功课写写叫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阿明生理做甲写写叫，上介大的功劳就是因牵的替伊还价，毋捌甲伊宣写过半句话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写，另外一个文音读做写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